1898年12月5號，方濟廖斯加神父出生於斯維爾琴涅茨。1942年5月30號逝世於達豪。佢出生於19世紀末一個家庭，父母喺佢心中灌輸咗信仰同埋勤奮。喺奧斯威辛嘅慈幼會學院接受咗培育之後，佢進入咗初學，並喺意大利嘅杜南接受咗神品，成為神父。佢嘅司鐸生涯包含咗多年嘅教理老師、堂區主任、司鐸服務。不論身在何處，因為佢牧民同埋聖事上邊嘅全程投入而備受讚譽。佢總係竭盡所能去組織團體生活，並關懷嗰啲需要幫助嘅人。請想象喺嗰個修院、教室、圖書館、樂團，正學習一技之長同埋人生道理嘅年輕人當中，方濟神父作為被修院嘅院長，悉心維護住呢度嘅秩序、學業同埋祈禱。當位於拉達嘅學院被強制改造成為囚禁神職人員嘅地點嘅時候，佢被賦予照顧牢中會士嘅任務。佢以責任感同埋父親般嘅關懷承擔落嚟。喺嗰個充滿危機嘅時代，方濟神父根本可以離開嗰個地方保存自己嘅性命，但係不過佢決定留低，留喺佢覺得需要照顧嘅囚禁者身邊。佢精通德語，善於調解，並積極組織物質同埋精神上邊嘅援助。即使德國人提出以合作嚟換取佢重獲自由嘅機會，佢都依然拒絕。佢嘅選擇好簡單，就係同嗰啲需要陪伴嘅人喺埋一齊。隨後喺迫害嘅浪潮之中，好多神父被驅逐到各國嘅集中營，最終佢被送去達豪嘅集中營。喺嗰度，佢被迫從事繁重嘅勞役，並多次受到暴力嘅對待。喺一次搬運沉重食物大鍋嘅時候，佢不慎截斷咗手臂。儘管受咗傷，健康每況愈下，佢依然冇停止佢嘅侍奉。佢持續支持其他人，組織起囚犯嘅精神同埋物質上邊嘅生活。1942年5月30號，佢逝世於集中營嘅醫務兵營之中。呢個故事最令人動容嘅係佢對關懷其他人嗰種堅定嘅決心。方濟神父曾協助修身逃跑，支援嗰啲躲避秘密警察組織搜捕嘅人，組織物資援助。更重要嘅係，面臨重重禁令同埋威脅，佢都從未停止履行牧養嘅職責。佢嘅態度表明，活出信仰就係對鄰人、對團體嘅一份責任。